大家好，我是方莹，我是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弟子，也是克切拉的中文翻译，已经长达8年的时间。那继续我上一段视频跟大家讲解的诗诗50颂的第5颂之后呢，上一次我说了2、3、4、5颂的这个讲解内容之后呢，今天呢我将跟大家继续讲解第6颂、第7颂和第8颂的内容。那这3个寄颂的内容呢，分别就是会跟大家讲说到就是这个金刚上师和弟子的师徒关系建立之前大家应该做些什么，然后呢弟子又怎么样应该去选择自己的上师，那这个上师应该具备哪一些条件跟特征呢，就会将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讲解的内容。那第6颂呢，那个寄颂是这样的：金刚师及其弟子同样会得乐法罪，所以义勇阿舍离，弟子当护审其器。那这边呢阿舍离其实说了，其实就是金刚上师的意思。那这里所说的是，作为传法的金刚上师和想学密的这些弟子呢，在没有正式传法之前，应当要互相的审慎的观察对方是不是合格的上师和具根器的弟子。若是上师没有审查弟子的根器就随意传法，或者是弟子呢没有明辨上师的真伪呢就贸然受法，那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双方都会受到一定的这个伤害，或会犯下一定的过失。那原因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说起来这么严肃呢？其实因为这个密法尤其是这个密法的这个修行，其实是相对的严格，相对的严谨。那如果这个弟子呢，上师没有观察好这个弟子呢，就随意的把这个这么珍贵、这么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这个密法交给这个弟子的话，其实是害了那个弟子本身。那上师他会在这个弟子身上观察些什么呢？观察这个弟子是不是能够手持戒律的，那观察这个弟子是不是心里面是有存善念的呢，还是他是存着邪念的。那他也要观察这个弟子是不是一个忠心的弟子，是不是一个可以对自己上师保持静观的弟子。因为其实在很多的这个观想当中，这个弟子呢必须把自己的上师观想为佛甚至他也必须有其他能够比如必须持守戒律，是一个心存善念，是一个真正要学习佛法的人，真正想要修行，真正想要成佛，去解度众生的这个人，他必须有着这样的一个发心去修密，才会有真正的效果。那反过来呢，那弟子为什么要这么小心的去观察自己的上师是否是一个具格的上师，也是因为这个上师一旦你认这个人为上师之后，你就要相信，全然的相信他，全然的把自己交托出去给这位上师。所以如果你没有仔细的观察，没有仔细的去审查这个人是否是一个具格的上师之前呢，你就贸然的去把这个人视为一个上师，把他视为佛，然后去全心全意的交托出去，万一是个邪事的话，就会那么受伤害的就必然是那位弟子了。所以这个金刚上师跟弟子的师徒关系的这个关系在建立之前呢，双方其实都必须仔细的观察，上师观察弟子是否有学密的这个根器跟条件，那他才会决定能不能够收这位弟子为自己的这个人为自己的弟子。因为他要把一个最珍贵然后非常复杂的这个密续传给这个人，然后他必须确保他是一个能够持守戒律，然后确保他能够把这个密续学好，然后甚至可以传承这个密续的人。那倒反过来看，那弟子呢，他因为他必须把这个上师视为佛，他也必须全然的交托出去，全然的相信这个上师，所以他也必须仔细的去观察，谨慎的去观察这个上师是否是一个自己可以相信的人。所以这个双方的关系都要在确认之后才能够这个关系才能够确立下来。而且按照这个传统的话呢，这个观察的时间可以长达12年。所以可见这个金刚上师师徒关系的这个严肃的那个地方，它的严谨程度可以去到这么高意思是说，其实当这个关系一旦确立之后，其实是没有回转的部分，没有回转的这个可能性，也没有这个回转的空间。因为当这个关系一旦确认之后，你就必须视你的上师为佛，然后你们的这个师徒关系是有一个承诺在的，有一个誓愿所在，
那你们一旦毁坏了这个关系之后呢，其实对双方的这个修行都不太有益处。所以呢，这个关系是应该要非常殊胜的，应该要特别谨慎小心的去做，所以呢才会按照传统才会有12年的这个时间观察时间会长12年。那其实同样的，所以这个关系在确认之前呢，我们就应该要在确认之前去做所有的审查工作。一旦确立下来，这个审查的这个步骤就应该停止了，不要等到你们的关系确认了之后，这个师徒关系确认之后再来审视，那对你们的修行都不好。那应该是这个审视的过程应该在确立之前就完成。就好比我们今天要买一栋房子，那我们就自然一定会先去看这个房子的条件怎么样啊，居住环境怎么样，然后周遭的这个条件是怎么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地点车处在的这个位置是否是一个好的位置。那我们今天买一台车，我们也同样会去看这台车的性能如何，它的车就是它的这个是不是省油的车，然后对我们来说是不是最好的一台车，然后它的这个口碑怎么样，别人是怎么评价这个车子它的性能，所有等等，我们都会先去做审查。那拜师也一样，相同需要我们去做这个审查，因为这不是一个儿戏的事情。关系一旦确认之后呢，就没有回转的余地。好，所以呢，第六颂主要要谈的就是告诉我们，选择上师跟上师选择弟子都是一样，非常谨慎，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绝对不可以跳过的一环。那第七颂呢？第七颂的偈颂是这样的，说的是真慈放弃黑心怒，无戒傲心贪心心，多散心乱此足等，有志弟子以慧简。那这一个偈颂呢，要跟我们说的是，既然有所谓的合格上师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寻找什么样的合格上师，有哪些特征嘛？那个会是第8颂所要告诉我们的。那第7颂呢，告诉我们的是相反的，就是哪一些上师是我们应该要避免的，上师哪一些人身上有的这些特质就不应该是我们的上师，这就是第7颂要跟我们说的。那他就说应该要放弃的邪师是哪一些人呢？就是他们这些人有什么样的一种特征呢？他们的特征是他们没有真正要去救度众生的这种慈悲心。那这些人呢，还特别容易的发怒，然后脾气也很古怪就是不但的不遵守这个戒律，而且非常心高气傲，我慢心特别的重，也就是说他特别的骄傲。那我们呢，就是而且呢，他们还没有这个引导弟子的这种善巧的这种智慧，而且呢，他们的心还非常的散乱，他们只会为了名利和供养而乱的传法，乱假的传法，而且还贪婪无厌。像这样的邪师呢，那有智慧的弟子呢，是应该自己做出判断，自己做出选择的那再看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讲解就是说他其实也一样的，说的是哪一些就是邪师具备的特征，或者是哪一些上师是不合格的呢？而且就是除了刚才所说的那样呢，他们对这个名利，尤其是对钱财和对物质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执着和贪婪。那像是这样的上师呢，也不是一个合格的上师。或者是呢，他们会自吹自擂，说自己拥有哪一些神通，拥有哪一些成就，可以跟哪一些佛、哪一些菩萨说话沟通，亲见哪一些佛、哪一些菩萨或者是说自己有什么样的成就，这些都是不合格的上师或者是邪师所有的特征。而且呢，对，除了刚才所说的那些之外，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办法守戒，也是我相信我刚才已经说过的。而且呢，对，就是这样。而且他还就是特别容易愤怒，然后有愤怒之心，然后非常记仇，有这个嗔恨心，然后非常的骄傲，对钱财，对这些都说过了。就这些呢，就是而且对他们还没有办法控制
自己的三门，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身语意，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我们十戒皈依十戒里面所守的3个身戒、4个语戒跟3个意戒，那这3门呢，他们都没有办法控制好自己，没有办法守好戒。那这样的上师呢，这样的特征的人呢，就不应该是我们的上师。好，那第8颂呢，说的是第8颂呢，相反过来说，就是真正具格的上师，他们拥有的特征跟条件是哪一些呢？所以第8颂这里说的是稳定具戒，忍悲智，心直尊重，无残取，明了疑犯密根经，博贤经理诸论义。那这里所说的呢，就是一个上师真正合格的这个上师，具格的上师，他是身心稳定的，他是能够持守戒律的，而且他们特别能够忍辱，他们能够忍辱负重，他们能够特别有非常大的这个复合救度众生的这个责任，他们有这样的一种忍的这种特质，而且呢，他们还有很大的慈悲心，想要救度众生，对众生受苦特别有悲悯之心，特别有悲悯之心的人，而且呢，他们有能够引导众生学佛然后成佛的这个善巧方便的这个智慧，而且呢，他们的心呢是非常单纯，就是心是非常正直的，就是一心想要弘法利生的这个上师，不会为了名利或者是为了其他的原因去传法，也不会就是利用佛法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是利用佛法去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这个私利或者是他们的想要达成的其他的目标。而且呢，他们对这个仪轨，他们对这些修法的这些部分都非常的熟知，非常的了如指掌，有所掌握。而且呢，对这个经论也非常的通晓经论，然后呢，对密法也十分的了解。那这样的上师呢，才是具格的上师。好，那这个是第8颂嘛？对，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开示另外一个讲解，就是英文的讲解。对，然后呢，真正具格的上师呢，对，应该是他们的身语意是特别能够控制自己的身语意，不会说不好的话，不会做不好的行为，然后他们也不会升起不好的这个意，也不会有不好的念头基本上就是我们所皈依十戒里面所说的那10戒，他们都不会犯3门都控制得非常好。然后毕竟因为我们说嘛，所谓的3学，也就是戒定慧。当一个人他能够守戒的时候，那你同样的，你也会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一个定的一个境界然后智慧呢能升起。所以这个具格的上师同样也具备这三样特质就是有智慧，能够引导自己的弟子。然后呢，他也这边还特别提及的就是特别这边提及的就是他们有3种能够忍的这种特质。忍受什么样的一种特质呢？忍辱能够忍受什么呢？第一种呢，就是能够忍受别人对他们的伤害，也就是说，这个上师不论别人怎么说他不好，不论别人怎么伤害他，怎么让他失望，甚至可能对他进行身体上或言语上的伤害，那他都能够选择去原谅别人，去承受这一切。他们为了什么而承受呢？他们为了能够继续弘法利生，为了能够继续利益弟子，为了能够继续的说法开示来度化众生，他们为了这一切都可以去忍受别人对他们所有的不管是身体跟言语上的伤害，他们都能够忍受，他们不怕忍受这些苦。那第2种呢，就是他们能够忍受艰辛，他们不怕传法的辛苦，他们可以愿意为了传法而好像我们历史上看到的那些很多大师，为了能够向上师求法，他们愿意忍受10几年、20几年的上师给他们的种种考验这也是在藏传佛教史上能够看到的。甚至在汉传佛教史，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就是玄奘大师能够为了去取经而远从中国徒步到印度去取经回来。所以这些艰辛，为了这个众生，为了这个圣教，为了佛法他们都能够愿意忍受这样的一种艰辛。这样的上师呢，就是一个真正具格的上师。继续第3种就是他们的这个忍的这个部分呢，是忍些什么呢？他们这种忍耐，第3种说的是忍耐。他们为了要听非常甚深的这个教法，他们没有任何的畏惧。也就是说有一些可能教法听起来特别艰难呢，有的人可能就心生畏惧，就却步了。但是真正的具格上师呢，他们会
为了就是他们会听这个甚深的这个教诲呢，而心里面呢不会升起任何的畏惧，他们愿意的去实修，他们愿意去修行，这也就是第三种忍耐他们有这个能力去听这个甚深的教诲，而且心中呢不升起任何的畏惧。对，这就是这三种第一种呢就是可以愿意去忍耐别人给他们的伤害。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能够忍耐艰辛。那第三个呢，本身就是忍耐度是非常大他们有非常大的这个坚韧，为的就是去听从这个甚深的教诲。那他们听了这个甚深的教诲之后呢，有什么好处？就是能够传给自己的弟子。所以你可以可想而知，古时候的那些佛教大师，如果因为听了非常甚深的教诲，然后就心生胆怯，然后就心生畏惧而不敢去实修的话，那就不会有这个传法这个法能够传到这个时代所以这个忍耐其实也非常的重要。那这个真正的这个具格上师呢，也应该是一个非常一个非常真实非常诚实的一个人。然后他们呢不会有偏心，不会有任何的偏颇，不会因为这个亲疏有别，他们不会因为自己跟某一个人是因为是亲人的关系，因为是自己爱的人的关系，还是跟这个人特别亲近，还是跟这个人有血缘关系，就对这个人特别的好，又或者他可能特别不喜欢这个人，或讨厌这个人，或生气这个人，就对这个人特别不好。那一个真正的上师呢是非常公平的，这个是有平等性的去对待一切的众生。那一个真正的上师就应该具备这样的一个特征。那还有其他的真正具格上师应该具备的条件是他们不会去尝试掩饰自己的缺点，然后也不会去特别的吹捧自己有哪一些特长啊，吹捧自己有哪一些成就，还是去吹捧自己有哪一些神通，比如可能他说他自己能够跟佛菩萨说话呀，还是他说他能够亲见佛菩萨，这些等等的这些特质如果一个上师他跟你说他可能他是一个可以跟哪个菩萨还是跟哪个佛说话的话，那你就要小心，这个就很可能不是一个具格的上师。因为一个真正合格的修行人，或者是一个成就这么高的一个人这个也是占都固仁波切曾经跟我们说过的。你可以想象吗？一个这么高成就，就是一个可以亲见佛可以跟佛说话的人，这么高成就的一个人，怎么会这么不懂得谦卑呢？所以其实占都固仁波切也说过，上师他们一个真正具格的上师，他反而会反过来跟你说，我其实只是一个非常平凡的僧人，我其实跟凡人一样，我跟你们没有差别，只是一个很努力修行很努力持戒的一个凡人，我也有自己的过失。一个真正具格的上师会跟你说这一切，但是你千万不要因此而上当，以为你的上师就是这么一个样的平凡的人。其实当你自己你自己也能够看得见，你上师其实是不是一个这么修行是亲近的人，你的上师是不是一个持戒持得特别亲近的人，其实我们自己也能够看得出来所以当你的上师然后你可以从他平时的行为举止，他平时所做的那些事业，他所帮过的人，他怎么触动你的生命，他给你哪些教法，你自己从他身上学过些什么，你自己其实一清二楚。所以当你的上师跟你这么说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误会，以为你的上师真的就是一个跟你一样的平凡人，他只不过是在跟你展现一个真正谦卑的修行人应该有的态度，而不是他真的没有这些特长。那反而是那些邪师才会不断的跟你说我是见过哪一些佛哪一个菩萨，我跟哪一个佛哪一个菩萨常常见面常常说话，这样的上师你就应该要小心，应该要避免一个真正的上师是不会这么说的。而且呢，他们也不会特别的去就是一心想要掩饰自己的短处真正的上师是不会这样的。而且呢，他们也不会因为想要得到供养得到名利而说自己有哪些神通还是哪一些成就或者是因为想要得到名利而去掩饰自己的短处，这个跟刚才所说的都一样。而且呢，他们也应该就是具备能够帮助弟子排除障碍的这个能力，他们懂得去修法就懂得要念咒去帮弟子排除障碍。那他们呢也应该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能够去度化跟帮助弟子跟众生，好比如说能够懂得治病比如说就是懂得去治病，施药治病，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可以帮助跟解救众生的一个能力而已
好，那这个具格的上师呢，也应该要有很大的这个慈悲心。那他们呢，就是一心想要的，就是去解脱众生的这个苦难。他们没有办法忍受众生的苦，他们没有办法忍受弟子所承受的苦，所以呢，他们会一再又一再的去弘法利生，不断的去引导弟子跟众生。那这就是一个大悲心的一个体现。那而且呢，他们对这个经啊，这个经典还有密续的密法这些东西呢，都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和掌握。那就是第8颂所要说的。那其实我们在补充，就是根据这个尊贵的詹都固仁波切的这本书籍，就是遇见上师之后，其实它有中文的译本。那我们再根据这个詹都固仁波切的这个书里面的这个内容呢，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好一些部分。那这边呢，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仁波切说，在这个金刚弟子跟上师之间的这个师徒关系在建立之前呢，一定要做好全然的审视。那一旦确立关系之后呢，就不再有任何的，就是不要再做任何的审视的工作了，因为这应该在你们确立这个关系之前就做好的仁波切给的例子我刚才也提过了，而且呢，仁波切有说其实真正的这些大部分的具格上师呢，他们不会轻易的把这个密法就传给了他们的弟子那他们在传密法，尤其是传密法给弟子之前呢，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管道跟方式来审查弟子。好比如上师一般上可能就是会对弟子特别的有爱，特别的慈悲。那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对弟子特别的严肃甚至可能会有苛责责骂的时候。那可能大家就怀疑说，其实上师不是应该就是一个特别仁慈的一个上师吗？为什么会有责骂的情况？那以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呢，对我来说，责骂不管是责骂还是平和的语气，好言相劝，或者是责骂，其实对我来说，我后来发现到，其实他上师要说的话是一样的，他只不过是用不同的语气在跟我们说。而我自己的体会是，在某一个时候，我可能在好言相劝的情况下，我比较听得进去。那有的时候，因为我个性非常倔强，我们这些人有的这个我们怎么说？我们就说常说的这个习性特别顽劣。当你的这个习性顽劣的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你的这个品性出来的时候，你的上师就必须用责骂的方式，把你的这个骄傲的心，把你的这个倔强的心，把它压下去，那你才能够把上师的话听进去。其实只是你在不同的时候，上师给你不一样方式的教诲而已。其实他要说的内容，他要传达的信息是一样的。好比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好了，就同样一句话，就是你怎么还不去修法？我不是告诉你这个时候你应该去念你的经了吗？为什么你还不去呢？这是责骂的语气。那另外一个语气是你这个时候应该去诵经了你这个时候应该去修法了这个东西对你非常好，所以你一定要去做。其实两个传达的讯息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语气上的不一样而已。那可能你在那个时候心情比较好，你就听得比较听得进去，比较和善的语气，平和的语气。那可能你的倔强的脾气来的时候，那你的上师只好对你比较凶，那你才可以把那个话听进去。所以呢，我的上师尊贵的詹都固仁波切也曾经跟我们好几次反复的跟我们说过，永远不要只是看你上师表面的那些举动，不要听他表面的语气，你应该不管是好的语气还是责骂的语气，你都应该只专注在听你上师要跟你传达的讯息，而不是去执着在你上师所做的一些表面的一些举动表象，可能也不要去执着那些语气，因为那不是重点还有呢，就是上师会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可能有的时候会送你礼物，有的时候会对你特别的好，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不理你，可能忽略你可能还甚至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去责骂你。那这个过程当然也是培养我们的心智，看我们的心智是不是稳定的，那也培养就是检验那我们对上师的这个信心是不是足够的，我们是不是全然的相信上师，那我们是不是全然的对上师保持着一个非常恭敬的心，谦卑的心去面对上师。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上师也就能够去检验弟子是否有这个学密的这个条件所以不要去执着上师的这些表象
所以我们应该对上师从还没有确立关系之前呢，如果你已经确认说这个是一个好的上师，那你有心要朝这个金刚上师的方向前进的话，那你就应该继续保持你的这个坚韧的态度保持着恭敬谦卑从一而终的态度。那未来呢，你就能够跟这个上师结下这个金刚上师的这个关系，然后就有机会得到这个秘法。而且呢，仁波切在这本书里面有强调，就是你不要去执着那个上师的举动，他的言语的表象，你应该学习去看他背后，他这个某个举动背后的发心跟动机，或者是他说这句话背后的动机和发心。那仁波切还说呢，对于一个具格上师所谓的稳定因为我们刚才有说到身心稳定嘛，除了身心稳定之外呢，其实仁波切也强调，这个稳定其实也包括他对这个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他的这个举动的这个态度是不是一致的？他做这个事业是不是持之以恒都在这么做？然后他对这个弘法利生的态度有多么的坚决这些其实都是包括在这个稳定，这个上师是不是稳定的这个范畴里头。好，就是他不会轻易的去放弃他这个弘法利生的这个决心，或者是他的这个事业他绝对不会，他很稳定的都在做这件事情就好比我的上师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一样，就是这些20几年来、30年来不管上师怎么离他而去弟子来的来去的去，都从来不动摇上师给我们传法的这个决心，他一直都坚守着弘法利生的这个态度跟这个决心跟这个慈悲在马来西亚，其实他在马来西亚其实面对的困难也非常的多尤其是气候，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热的地方仁波切其实在身体上在马来西亚是特别的不舒服，但是他不会因为这种种的条件而不继续去弘法利生，这就是一个稳定的一个显现。而且呢然后呢，仁波切也说，那我们应该观察就是可以怎么去观察上师是不是一个具格的上师，我们可以透过他的一些行为举止，我们可以透过这个上师他身边的弟子的行为举止来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是为了这个佛法，或者是为了寺院，或者是为了他们的佛教道场做各种各样的正面的事业就是还是他们只是纯粹是为了名利为了金钱去做这些举动。那我们也可以透过看这些上师或者是他们的弟子他的弟子可以为了弘法利生做出多少牺牲，比如牺牲自己的时间，牺牲自己的金钱，牺牲自己的所有的舒适牺牲自己的所有甚至是牺牲自己的名声，他们也不害怕牺牲自己的名声名望，为了只是要去弘法利生，坚守传承。这也是我们可以透过侧面的去观察上师的一个范围这也是在范围其中。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个上师呢是否就是他的周遭是不是都是一些很豪华的房子他是不是都是乘坐豪华的汽车还是身边是不是有美丽的女人，这些还是呢他的周遭，他的生活，他的一切都是围绕在佛法当中他的说话的内容他的所居住的地方，他所怎么说混的人是不是都是跟佛法有关系的，是不是都是跟佛法息息相关的这些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侧面的去观察上师是否是一个具格的上师如果他整天都是跟一些有钱人还是一些政治人物混就是为了那你就可以看得出他的那个目的是为了追求名利跟金钱。那如果你的上师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上师，他可能名气不用特别大，但是他是一个很真诚修行的一个人，那他每天见弟子还多于见其他功德主或者是有钱的人，那你就能够知道这个上师是一个非常真心想要修行的人，也是一个真心想要传佛法给你的一个上师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细节，从这些细节侧面的去看这个是否是一个具格的上师好比如我们曾听闻的很多我们的这些传承大师甚至是我自己的上师，他们其实都具备一个非常相同的，就怎么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共通点，那就是他们是一个生活非常简单，非常简朴，也不怎么爱见人，然后呢，但是呢对自己的弟子呢是无微不至的
他们反而是很常见自己的弟子，因为他们见弟子就是为了传法嘛，他们见弟子不是为了聊天，他们见弟子不是为了要去讨好弟子，然后去拿更多的金钱或者是换取更多的名利，而且他们的弟子呢，一般上也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大人物，他弟子就是一个很纯粹想要学佛的人。那这样的上师，其实在我们的传承祖师里头，甚至是在我自己本身的上师里，我都能够看到这个特质。所以这个侧面去看的这个特点其实非常的准确，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侧面去了解一个上师是不是具格的上师。好，对，然后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另外一个能够看这个上师是否是一个具格的上师呢，其实也是要看的是他是更加重视自己的今世呢，还是更加重视自己的来生。因为一个重视自己今世的人呢，他一般上会重视些什么，追求些什么，他们不外就是追求名利金钱这几个东西，就是追求自己的舒适追求住在一个好的地方，追求吃好的东西，追求怎么说有很多人追随他，有很高的名气，然后拥有很多很多的金钱。当他们追求的是这一些东西的时候，那就很明显他追求的是他今世的利益跟今世的快乐。但反过来说，追求来生的这个快乐跟这些快乐的话，那只是利益的话，他就应该会去追求的是修行，他能够做更多的修行，他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他能够引导更多的这个弟子，引导更多的众生脱离苦难证得佛果。因为这样做的话，他的来生才会有更好的来生所以这就是追求今世跟追求来生的这个差别。所以一个上师他如果追求的是那些名利金钱舒适等等，那你就能够告诉你自己说，这个上师其实是一个追求今世快乐今世舒适的人，而不是追求来生快乐的人。那我们要追随的上师应该是更加重视自己来生的人，而不是重视自己今世的人。因为如果你跟随的上师是一个追求自己今世快乐的人，那你追求你能够得到什么呢？你得到的也不过是你过往的习性，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追求今世的快乐今世的舒适，对不对？我们都所以你回到去，你还是去追求回你原本你根本没有任何的学习，你只不过是在重复你自己的习性。那反观，如果你跟随的是一个追求来生快乐的一个上师，那你至少可以断除你这些追求今世愉快的欢愉的这些习性，断除这些习性，然后去做更高的修行因为一个追求来生快乐的上师，或者是追求来生快乐的人，他必然会走向修行更多做更多的修行，来达到更高的这个层次最终是得到佛果。他起码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别。而且呢，这边仁波切也说了，就是跟刚才所说的内容一样，就是这些上师真正的具格上师呢，是不会去自吹自擂自己有哪些成就，自己有哪些神通就好比他不会说告诉你他今天跟观音说过话，还是他就是本身就是观音的化身，这些他不会亲自的把它说出来，他不会说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要教会你怎么去做一个非常谦卑的这个修行人。好，然后呢，你不要去误以为说你的上师其实就是一个泛泛之辈你也不要有这样的一种误解，或者是这样的一种相信他就是一个凡人，其实不是的你的上师是一个有成就的人，越是有成就的人是越不会说的好，而且呢仁波切这边也强调，就是一旦你拜了师之后呢，这一些都不是一个儿戏的事情，所以一旦拜了师之后呢，就要懂得从一而终。而且拜了师之后呢，我们这些做弟子的也有义务的去学习各种各样的经典跟开示，好比如四书五十颂，学会怎么去对待跟承事自己的上师，学会怎么去供养上师，学会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弟子。因为除了找到一个合格的上师特别重要之外呢，成为一个合格的弟子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别忘了上师跟弟子之间是会互相审视的，那你不能只是一味的审视自己的上师是否具备这些 ABCDE 的这些条件，那自己作为弟子的话，上师也同样在检视你是否拥有这些 ABCDE 的这些条件，那他审视你是为了你好，为了能够让你准备，让你获得更高的这些修持。好，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就到此结束，就是第6颂、第7颂和第8颂
这些呢，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个上师跟弟子这个关系确认之前，应该注意些哪一些，还有具格上师所拥有的特质跟条件，还有哪一些上师的哪一些特质，哪一些上师我们应该要避免的哪一些特质是属于邪师的特质。那这些呢，都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范围。那明天呢，不是明天，就下一段视频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探讨第9颂、第10颂还有第11颂，一直到第50颂为止都会分阶段的做这个分享。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就到此结束了，那就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段视频再见。